关心交通的民间团体按说要伫这个月20招民众上街头来守护过路人的路权。行政议会今仔早起，嘛甲行政院颁布的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送到立法院去审议咯。为要洗掉过路人地价的恶名，行政议会早起针对行政交通安全政策纲领进行讨论。为三大方向着手，包含守护过路人安全、强化责任驾驶、加普及公共运输。未来道安汇报提悬层级，会由行政院主导，用交通事故零死亡做关键，同时也通过正义版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草案。透过道安交通安全基本法的立法，共同宣示政府重视及推动改善的决心。同时，未来将提高道安汇报层级。于行政院召开中央道路交通安全汇报，由院长亲自主持，并以2030年前降低死亡人数30%为目标。有关道路安全要拼正做立法院下一会期优先法案。不过，行人零死亡联盟议员要邀请各界伫8月20日起开道表达争取过路人路权的诉求。联盟认为，进前政府用扩大执法方式处理车无让人，并不是根本解决问题，哪为源头健全道路设施，而且安全都未有冲突。可以让实体人行道做出来，优化路口来保护行人。那我们在道路上做瘦身，健全人行设施并不会让车辆难走。工程教育执法其实是比较是多头马车的一个处理的方式。行政院一个比较高的单位，它来做这个所谓跨部会的协调跟整合。运输学者分析，交通安全三大方向，教育、工程、执法，权责落在各部会，落建由行政院统筹，确实应加强整合。不过，交通文化改善也回归到用路自律，加强风险意识，而且愿意互相礼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